Hello 啊，大家好啊！聽日朝頭早咧有接近成59,000個考生喺度等緊放榜噶啦。今晚有人應該瞓唔到，有人已經將成績計算機撳過幾十次，有人最驚嘅甚至乎唔係自己考唔好，係拆成績單嗰一刻抬起頭見到父母嗰一剎那，你可能手都震埋，胃都縮埋。明明電話都未響，你心裏邊已經演咗10次最壞嘅後果啦。入唔到大學點算啊？朋友全部高分過我點算啊？親戚問起點算啊？阿爸阿媽俾咗咁多時間、金錢、咁多支持，我係咪令佢哋失望呢？但聽日最危險嘅唔係你少咗一分，係你攞張成績表之後，順手將自己成個人一齊判咗個刑嘅。舊年咧42000幾個日校生考入咗裏邊咧，約莫大概都係得16000人達到本地大學一般嘅所謂332A33咁樣啊。其實呢個我唔熟噶啦，我自己即係話超過60%人咧未過呢條線嘅，但係未過線唔等於60%人生失敗噶嘛，因為 DSE 去量度嘅只係你幾多個鐘頭裏邊指定發揮嘅題目做成點啫。佢冇考你個創意，跌低之後仲識唔識企起上嚟？廿幾歲、30歲之後，你會變成點？即係完全係唔知嘅。用 LESE2 嚟睇，聽日大家會被唔同嘅嘢打中你嘅。L 最驚就係輸我落後咗啊，俾人打敗啊。E 最驚係比較，衰咗俾人睇。S 最驚係屋企人失望，阿媽嘆口氣，佢塊石已經壓咗喺心裏邊。最易困嘅就係嗰一分，T 你死啦！哇，點解我唔攞多一分？攞多一分嘅話，我就可以升多個 grade 啦，咁樣啊。所以聽日攞完成績咧，先做3件事啊，唔該你。第一，講事實，唔講身份。我呢科係攞咩啊 grade，而唔係我係失敗者啊。OK。第二，成績可行路線同下一步分開寫，你嘅成績係乜嘢？呢個係事實。你可以讀大學、副學位、積分、自資、重考、內地啊、海外啊，都係路嚟㗎嚇。第三，情緒最痛嗰24個鐘頭裏邊，唔好簽任何影響幾年決定嘅嘢。另外，我都想送一句俾家長嘅嗱，你可以失望啊，但千祈唔好喺你個仔女最驚嗰一日加一句，我一早知道你都唔得噶啦，將呢張紙呢張成績變咗佢一世嘅傷口啊！聽日有人考得好，值得開心慶祝下；有人差啲都值得被人接住嘅。DSE 俾你嘅係一個坐標，而呢個坐標可以幫你入到某啲嘅學校，但你呢張成績單，佢只係你人生其中一個路口裏邊嘅成績單嘅咋嚇。收到呢張地圖，你要知道路仲係好長，唔好17、18歲就幫自己打個標籤。哎呀，我玩完啦，好冇？所以希望你哋好好嘅接受自己嘅事實，亦都希望你哋記住一個 DSE 俾到你嘅係你喺幾個鐘頭裏邊嘅一個表現嚟嘅啫，唔係你一世人嘅成績表嚟嘅。OK，另外路仲係好多，唔好灰心。嗱，講個故仔俾你聽，講個故仔俾你聽。OK，Long long ago far far away有個人，佢細細個好聰明嘅，跟住咧就開始學懶，跟住咧成績考得唔好。佢係讀英文學校嘅，所以咧就當年嚟講咧有中五嘅會考，跟住咧就有中七嘅考試嘅。咁佢中五嗰陣時咧考得都可以嘅，我哋叫做6個大 credit，當年嚟講應該都係問邊可以入到去中六噶啦。跟住佢原校升唔到，走咗去另外一間學校
讀中六、中七，畢業考得唔好，重讀考得 OK，但唔係最好。結果佢喺呢幾年來，佢除咗讀書以外咧，佢就係想做 DJ，想見譚詠麟。哇，換咗個部鏡啊，唔理佢啊呢啲啊，就參加咗個 DJ 大賽，香港電台 DJ 大賽，結果入到最後嗰十個人啊，跟住到總決賽嗰日，哇，狀態太差啦，應該係排名都係第10噶啦，咁但係佢人生上去遇到一個佢嘅恩人啊，咁啊恩人咧打電話俾佢，喂。咁我哋喺電台裏邊咧有個夜晚執碟嘅崗位，你做唔做？哇！一聽見，喂，有得做喎，好做咗差唔多幾個月之後咧，就話誒，香港電台第一台有一個位就係做我哋所謂嘅 PA Production Assistant，仲有可能可以開咪嘅喎，做 OK，非常之好彩就去做。但係做咗1年之後，佢發覺，哇！我開咪原來唔係好得嘅，跟住成日做錯嘢，咁內心好唔開心。結果呢個人咧就走咗去外國讀大學。佢經過40年嘅奮鬥，佢成日諗住我要做生意啊，要光宗耀祖啊咁樣啊，同佢阿公一樣。結果經過40年之後，佢先至發覺原來佢係唔適合做生意。佢真係唔適合做生意，因為佢冇個叫決斷英明，而做嘢都唔夠 aggressive。佢係應該做一個演員嘅，唔係做 DJ 喎，因為佢唔係口才唔係咁好啊，佢應該做 DJ 嘅。佢唔係應該做 DJ，佢應該做一個演員，而係不斷係有人同佢講呢樣嘢。喺1年裏邊有幾個人都係咁樣同佢講，最後同佢講過其實係一個電視台嘅高級編導同佢話佢有喜劇天分喎，但係結果佢一意孤行，所以所有嘅成績單對佢嚟講都唔重視，都唔緊要。原來佢最重要嘅就係一個發揮佢嘅天分嘅舞台，而且佢係有得到過，只不過佢係冇把握到。咁當然啦，你而家知道啦，呢個人就係我。所以我同你講嘅就係話，人生嘅路咧會有好多嘅變數。所以如果你攞張 DSE 係考得唔好嘅，唔使放心，呢個世界天大地大，但係你一定要打開隻眼去聽、去考慮，睇下邊一條路係最啱你嘅先得，好冇？所以另外一個方法想同你睇下嘅，如果你想知道你自己嘅天分喺邊，不妨去做我個測試，因為喺我測試裏邊，其實你可以睇到你嗰個本性嘅組合得12種嘅啫，咁你就可以，我會開個直播咁樣去同你解釋你嗰個考試嘅結果，測試嘅結果。咁你就可以知道，你可能喺邊一部分應該係比較有天分嘅。